来自淡市西部甲北寮等17位6年级学生，伫简单的土木建筑观念说明以后，互因家己自由发挥，用贴砖仔的方式来动手打造因心目中的建筑模型。就是把这个底下的粘多一点胶水，保丽龙胶。还有什么技巧？然后还要常压住，它才不会倒下去。就是想到那个外国的巨石阵，然后就想说来点不一样的，然后就拼出来了，就粘好，然后就不要动它，让它自己干掉，然后它就会飞到。对。对小朋友好奇的眼神、甲高度兴趣，嘛当印证生涯发展不是单一只有考试的成绩，透过实作有全新的学习体验。做中学让他们展现他们原本的知识经验，那希望能够引发他们对土木建筑相关行业有所启发。为了让淡市偏乡学生嘛当拥有更较侪基职教育试探的机会，教育局109年的导力资源甲技术型高中合作，今年经扩大邀请淡大学附中等19间高中职来开设16种职群课程。会中副局长嘛教场勉励，甲小朋友做伙体验，场面相当温馨。从去年开始，就让国小的小朋友也有到高中职、有技职类科的学校来做体验，都有16个职群。那这个对国小的小朋友来讲，是一个开发他潜能，或者是一个接触，或者是养成这个未来学以致用。那也结合12年国教的新课纲的精神，让小朋友在实际的操作中，把他的知识，把他的生活态度，把它展现出来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贴砖仔模型，不过重要是对趣味当中开发因的潜能。我伫卡当中，日后的伟大建筑师甲工程师。技职放心完善。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